今天我们来做油泼臊子面。首先准备宽面，在超市可以买到3小块，小土豆1个，鸡蛋1个，蒜2颗，辣椒2个，在亚洲超市可以买到。辣椒粉，在后份买的亚洲豆芽，葱、猪肉、花椒、八角，在亚洲超市都可以买到。油、姜醋、酱油，后面2种用不到。盛水，我们把猪肉放到冷水里，然后把葱切断也放到水里，跟肉一起煮。再取一个锅，加水，开大火把水煮开，等水煮开之后就可以把肉捞出来，这个时候血水已经没有了。淋一下水，用刀把肉切成小丁。小锅里的水开了之后放面，记得用筷子把面搅一搅，不然容易粘在一起或者粘到锅底。削一个小土豆，后面我们要把它切成丁，跟肉一起炒。2瓣蒜爆好，葱、辣椒还有蒜切成小块。这个时候面好了，关火，拿一个大碗加凉水，把面放到碗里过凉，这样可以防止面粘到一起。搅拌之后，把水沥干，然后加几滴油，防止面粘到一起，搅拌一下。小土豆切块，开大火，加油，等油热了之后，放几滴八角和花椒，再过一会儿之后，用铲子翻炒1分钟。这个时候加入土豆和肉，差不多炒到土豆软掉之后，就可以盛出了，别忘了加盐。用剩下的油煎一个荷包蛋。
荷包蛋捞出之后放到面碗里。现在我们把材料都备好，都放到这个碗里，就剩下最后一步，油泼。所以呢，就要热油，等过2-3分钟，大火热油2-3分钟之后，就差不多可以关火了。我们把油泼到蒜、辣椒粉还有葱上，油有点少了，其实可以多熬一点，然后迅速的搅拌。油泼臊子面就完成啦。